咁啊，老伯就同佢講：嗱，你再行多45分鐘咧，你就到噶啦。咁呢個年青人就好奇怪，點解頭先我問嘅時候你就話唔知，當我行咗10零步嘅時候，你又嗌翻我轉頭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胡思亂想，快活人生。今集嘅主題就叫做放棄十全十美，活出逍遙人生。喺我好細個嘅時候咧，有一套粵語殘片係由半日安同埋馮寶寶主演。嗰陣時馮寶寶仲係一個童星，半日安嘅角色咧就叫做七成叔叔。人如其名，佢做所有嘢咧都係只係做7成嘅啫。所以喺戲裏面咧就搞出咗好多嘅笑話啦，同埋好多驚險嘅場面，就係因為佢好多嘢都做得唔夠十足。表面睇起上嚟係一個幾諷刺嘅電影。今時今日我哋工作上高或者社會上高好多嘢都會要求十全十美，做到要十足十。但係因為咁嘅緣故咧，就構成咗好多嘅壓力，甚至有啲人因為佢做嘅嘢冇十足嘅把握，所以佢唔敢開始。於是拖下拖下，唔單止事情做唔到，甚至可能係耽誤咗好多嘅其他嘅工作，構成咗好大嘅失誤。故此喺今時今日嘅職場，縱使冇明文規定你要做事要十全十美都好咧，但係嗰種不容錯嘅機制或者觀念咧，係深深咁存在喺一個工作嘅文化當中，以致構成我哋工作上會有好大嘅壓力，形成咗好多不必要嘅情緒疾病。當然啦，我唔係叫大家要做嘢做7成，但係因為完美主義而令到我哋卻步不前嘅話，亦都係另一個極端。就好似我身邊好多朋友都想話，哎呀，都好想拍 YouTube 啊、拍片啊咁，但係總有好多嘅理由令到佢哋仍然都未開始去做。有可能係話關於唔識器材啦，有啲可能話唔識剪接啦，等等等等。喺我開始拍 YouTube 之前咧，其實我都有曾經有一段嘅階段都係咁樣諗，以至遲遲都未能夠去落實嚟到做。直到某一刻，我唔理會究竟我識唔識，抱住就好似 Nike 嗰個口號就話 Just do it， 做咗先啦咁，然後先至一步一步嚟到去學習拍攝啊、剪接啊等等呢啲。雖然今時今日我仍然未係好滿意我所拍嘅視頻，但係總要有一個過程同埋開始。睇翻今時今日喺電腦行業推出好多嘅產品，無論係軟件硬件都好咧，其實都唔係十全十美。不過點解佢哋會成功呢？其實我覺得關鍵有2點。第一樣嘢就係佢肯去嘗試推出佢嘅產品，無論係硬件或者軟件。第二步就係佢推出咗之後，唔係就咁停咗落嚟，而係不斷咁去更新，不斷咁去將佢完善。所以我哋而家用嘅電腦，無論你係用 Windows 嘅系統，又或者係 Mac OS 嘅系統都好，你會發覺佢更新咗之後咧，佢會不斷有唔同嘅 update， 將佢一啲嘅失誤、一啲嘅錯誤點，一步一步咁慢慢去修正。所以無論係工作或者我哋人生都好，最重要嘅我哋敢去踏出第一步，而且唔係停咗落嚟，而係繼續不斷咁去更新同埋修訂。完善唔係一剎那嘅事，而係持續咁去提升同埋改善。我聽過一個咁嘅故仔，話說有個年青人去一個地方，佢行到中途嘅時候，佢唔知仲要幾耐先行到佢嘅目的地。喺呢個時候，佢見到路旁有一個老人家坐咗喺度休息。於是佢就問呢個老人家：啊，仲有幾耐先能夠行到佢到目的地嗰度？咁呢個老人家就話唔知。咁呢個年青人好無奈啦，於是佢繼續行啦。當呢個年青人行咗10零步之後咧，呢個老人家就嗌住佢：年青人，年青人咁。咁呢個年青人咧就好好奇啦，點解呢個阿伯又嗌佢？咁就翻轉頭就問老伯咩事啊？咁啊，老伯就同佢講：嗱，你再行多45分鐘咧，你就到噶啦。咁呢個年青人就好奇怪。點解頭先我問嘅時候你就話唔知？當我行咗10零步嘅時候，你又嗌翻我轉頭話俾我聽係45分鐘咧咁。咁呢個老人家就解釋啦：你企喺度我都唔知你嘅步速有幾快嘅時候，我點知你幾耐行到去呢？
但係當你行咗10幾步，我知道你個步速嘅時候，咁我咪計算到你需要行幾耐咯。所以同樣我哋嘅人生都係，我哋唔知幾時會成功，我哋首先嘅就係要踏出我哋第一步。希望呢個故事都能夠對你有啲啟發，讓我哋都可以過一個逍遙、開心、快活嘅人生。今集我就講到呢一度。如果你鍾意今集嘅話，請你喺下底按讚、訂閱、留言、分享，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有新片發放嘅時候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你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